平。哇，底下呢开始玩起来了哈，还有这个打蜡的啦，还有拖地的啦哈，哎，加不赢呢，连我们这个小阿姨哈都加入了。再来呢，不小心被大家听到哈这个 B 车的声音哈，抱歉抱歉。跟大家说呢，雨涵的广播电台呢，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直播节目啊。因为呢，我白天还有这个超事业的工作，只有礼拜四呢是特别呢排给日照中心，所以说呢，我白天原本有这个超市的工作，那呢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还有直播。那呢，今天呢这个礼拜四我早上上了一场，下午又上了一场，那呢晚上才上来直播所以呢，这个 B 车呢应该算有点小小的正常了也欢迎呢我们的群呢，以及呢这个韩文的朋友，是不是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？